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24，诗篇130篇30到40安尼讲：上主啊，你若会记得人的罪过，主啊，什么人徛袂牢？总是你会赦免人，互人通敬畏你。三个来祈祷，赦免阮的罪，互阮通敬畏你的天父。阮感谢你，主啊！这一天讲起你的大恩光，强强保养你的手所做的，学了你的声音，要传到全世界，称颂你的恩慈，要传到天边海角。主啊，因为你的律法完全，互人得到新的快乐。你的命令可靠，为互无知识的人通得到智慧。主啊，我要专心来敬拜你，也要专心来倚靠你。主啊，求你施落你赦罪的恩典，临到阮这有罪的人，因为上主啊，你若会记得阮人的罪过，主啊，什么人徛袂牢？总是你会赦免阮，互阮通敬畏你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